们的校长的得力助手。哎，可能我们的校长，不，我们校长夫人，不是我们校长的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们怎么太太怎么比先生还要高呢？对，我们一直对校长的先生很不好意思，不晓得要叫他什么，校工也不是啊，还是应该是师长啊哈。他可能跟我一样啊，像我的老婆是东过来咖啡的总裁啊。总裁？那你不是总裁吗？没有，我是东过来咖啡的长工。可是我老婆回家还是要煮饭洗衣服啊。哦，还是要照顾你这个长工就。所以校长，我相信不会吧？不会是有主任在那边。OK， 我想给那个大陆的给校长呢哈，现在有主任了啊。由来接有主任，挥挥手一下。哎，有主任还在打排球啊。对，他可能有排球比赛啊，当裁判。对，有主任呐，真的是给什么人都那么一般的所以然后如果我tadi tiga lu jalan nak mading les kayak memang ada mading les jalan。我像处女座的阿给爸爸，你几月几号？10月20几，那个10月25，跟我一样吗？都是非常历代人物了。那老一辈的选手，舞台上老一辈的选手应该都知道，我们由来基呢，尤老师是我们3地门乡的重炮攻击手。那时候听说30-40年前有一场战役，3地对舞台到现在还是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场非常可歌可泣的一场比赛。太可惜，他没有碰到我。我会打排球呢，可是只是水上排球。那尤老师呢，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排球总会的 A 级裁判就是国际级的他已经是国际级的裁判，只要是这种女排大奖赛啊那种，他就是在上面指挥。跟我一样，我是沙滩排球的裁判。哇，我为什么要当裁判？很幸福啊，当裁判很幸福。眼睛吃了蛮多冰淇淋就对了。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因为再讲下去可能隔天了那我们就欢迎这段表演的引言人，请上台。车长现在要为大家演出的舞台国乐班有4位可爱的小女生和6位帅气的小男生，他们要为大家演出的节目，第一首《Silimindu》是首日本曲风的歌曲，歌词风趣地描述都市与传统部落的不同风格，讽刺中又带有俏皮的意味。第二个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活泼可爱的舞蹈，展现他们这个年纪特有的风格，欢迎大家来欣赏。马达嫩呢？
习惯了哈。我对那个麦局也是那个微笑马上站起来。哦，所以我们就简短这个介绍啊。好，上去来，过来，快点。哦，巴一轮。好，小朋友赶上来。啊，哇，该那阿个08金水哈，那个我车单了，我都告我车单了。我会婆婆给那个就怕那个小石料大卫没价啊。这个呢，哇，这个那个沙巴州的阿根呢，啊，鼓励啊，一个，一样，还有你们讲一样哦，该apa那鼓励木那就是这样，马高拉啊，马，这个是沙巴州的阿根呢啊，87岁的阿根呢，卖菊。柯贵妹的阿根呢，哇，不错，麦幸福的阿根呢，欧仁敏的阿根呢，柯启二的阿根，卢冠敏的柯启二的阿根呢，美珍老师的主任的不是阿根儿子啊，麦幸福的阿根呢，鼓励。好，再次借用你的双手，让我们为我们雾台国小最可爱的小天使们，给他们爱鼓励起来。哦，大家好像都有参加过那个救火团的活动哦。哦，巴老师啊，我看到刚看到那个幼稚园的表演，突然让我想起一件这个礼拜发生的一件事情。哦，什么事啊？什么事？哦，就是这个礼拜有一天中午，
有幼稚园的就在厨房走来走去哦，有一个小朋友就看到，远远的看到沙老师就拿着雨伞就走过来，然后那个学生就说：哇，沙老师你好白哦。沙老师不白吗？然后我刚好就在旁边啊，我心里就想，就想到一句成语在我脑海中浮现。这个什么成语？睁眼说瞎话。你讲错了，哪里是睁眼说瞎话？是还有什么意思？简直是睁眼说瞎话。不好意思啊，罗兰啊，跟那高人呐，好，下一段我们欢迎那个野人啊。好，这一段这是我们特别从泰武国小我们邀请泰武国小的古谣传唱队来，这次我们就是爱音乐响宴来为大家来演出那这个泰武国小古谣传唱呢，它是以部落之名唱自己的歌，以音乐之名说自己的故事。他们的丰功伟业，如果现在一一介绍的话，可能真的到明天早上我就介绍重点。他们总共出过4张专辑，4张专辑。那1张单曲的 CD 叫做《快乐天堂》那它有一张专辑唱一首好听的歌，入围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音乐专辑，请掌声。那在今年呢，2012年最新的，我们刚刚才从网络上面知道的它入围了第23届金曲奖传统艺术类，有获得5类的入围5类的奖项，掌声鼓励。那我们这次我们雾台国小这次就要以学习的精神来让我们泰武古谣传唱队来分享他们在这个古谣传唱的一些历程，我们来好好的来学习。再一次掌声欢迎他们。收宝，大家好。等下第长马达巴洛，我的名字叫长马。今天非常高兴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唱歌这件事情。看第一首，看到了巴高在弹吉他，小朋友在唱歌，让我想起我8年前开始教孩子唱歌的时候，你们的孩子比我们的孩子还要厉害。我就想，如果你们持续这样子唱，这些孩子会非常的厉害。刚刚分享一下，我刚刚开车上来的时候，我们都跟他也是来义乡民政课的课长然后我们开车上来的时候，看到那个路断得很厉害，然后都有瀑布，孩子都很开心，怎么有瀑布这样子。然后我们越开越上面的时候，我们快到雾台的时候，结果很大的落石下来就打到我们的车，我们就想说，怎么大家都想要住在这里？但是后来我就想到，我刚刚看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我们为什么想要回来住这里？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在这个地方唱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然后我就要分享我们第一首歌。我们不管去任何的地方，我们第一首歌一定唱伯来优异。这首歌就是讲述我们是来自北大武山的孩子，阿让尼亚家族，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名字叫做排湾族阿让尼亚的孩子。
第二首歌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这首歌叫做《鱼外》，因为后天就是母亲节了啊，里面的歌词在讲述每一个妈妈都是长得漂亮的，每一个妈妈都用24小时乘以8倍的精神在花时间在照顾我们，我们要用很多的未来，很多的感恩的心情去面对妈妈，好，谢谢妈妈的爱，掌声欢迎他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对你们的爱？舞台的夜晚真是美，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美，让舞台变得更美。然后最后一首歌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聚会歌，里面的歌词在讲述今天是最美好的夜晚，因为你的存在，我们的存在，让今天的机会是一个美丽的。然后后面会唱一首刚刚有小朋友有唱那个那鲁湾那一首，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然后等一下，如果可以跟我们一起唱的，应该每一个人都会唱。我们唱的可能没有比你们好，但是我们很用心在唱我们来听听看。好，谢谢。
唱半首就好了吗？哎，可以吗？还是我们要走了？因为刚刚都有配吉他，对不对？我很想让你们知道，其实我们平常在练习的是，我们都没有伴奏，我们都是纯传统演唱。你们听听看，好不好？好，没有伴奏。好，我们这一首安可曲哦，半首而已。泰武国小，谢谢大家。哇，这次给泰武国小最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哇，实在是太棒了，太棒了！哦，难怪啊哈，在那旁边那带着哈，那实奈哈，哎，会唱，那个要当科长，最起码那个吉他的功力要像那个科长一样啊，哦。好，我们请下一段表演的引言人上台。大家好哈，我有打草稿，我很紧张。大家好，我是三甲的导师哈，高丽英，我号称舞台国小最年轻的美少妇哈。然后现在呢，我要介绍接下来表演的团体，就是1到3年级的孩子哈。他们要用最自然、最纯真的声音来演唱3首后现代的卢凯族童谣。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话：童谣是回到文化母体的一条路，它牵引灵魂世界的交流，是指向永恒的另一端。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在祖先的年代，几乎是用演唱的方式来记录我们的语言文化。这3首童谣利用诙谐幽默的手法来呈现孩子的游戏生活，也反映当时的时空背景：孩童牧羊、与野兔玩耍，以及吃珍贵面粉制成的面疙瘩。那接下来我要用浓缩版的母语我也是有练过啊。Saba, guna kenalisha di bulu, kai isasnai nga amanenga kai ininji si erninji saninji. Kai asnakan neleni milikinku diuli ila tamwa babung natana. Saba kanare.哎，不是要伴奏吗？招曲呢？招曲伴奏还没有来，我先介绍，快点介绍一下啊。你该那个沙长老啊，哎，给来的孩子，这些我们该过来下班了你看当然个班了所以马丽又是那个的班了，小翠小翠来，奶奶呢？改木康。Kani kayak tu, agak lagi apa kau usah si nak kayak ini nak kesini. 这个馒头，又是给带了过来就是这样。我馒头嘛，你个不是那干像馒头盖。馒头的名字叫布拉鲁丹，杜兴爱的儿子盖大武的这个
是那个阿甘那个哎，姑姑有来啊，姑姑有来啊，叫什么名字啊？说母语怎么讲话晓得？啊，我的女儿啊，20天啊，哦，说过这个干啊，改故是谁？哎，妈妈是谁了？哦啊，这个啊，老报告的女儿，这个啊，这个是我啊，光明的阿甘了，这个是87岁的阿甘了。今天我有看到你的奶奶有来呢，奶奶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呢啊，刚来盖哦，那是我姐姐呢啊，这个是德瑞莎的阿甘了哈。So many
pengiradan ngon orang cak kemato ya ko ino takal kay sit kay lala nagan lu kuda mari gitu ila tamu apa pengiradan ni ada 标准当然有一些还是念得不标准好接下来好，我们请下一段表演的演说人、引言人哈，请上台。好，大家平安。好，Sabah Makanal， Gunakanali Sha Balibili， 我的国语名字叫杜宏明。那我这次要引言的那个介绍的团体是来自台东三仙国小的小朋友，他们今天这次来了3位小朋友，他们今天要带来的是用，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伊那改木文木啊，知不知道在海边在网鱼的那个浮球，嘿，他们做成这个打击鼓乐的器具，就是在这边。哎，他们用海边那个捕鱼网鱼的浮球，制作成这个鼓乐队，然后在他们的社区，他们就在推广这个，然后从他们的社区有一个委员叫理事长叫陈春妹，就用这个来指导，哎，他就推广，然后指导他们学校，他们参加过很多的演出，甚至到国父纪念馆以及国家演奏院去演出。哎，然后接下来他会带来有3个表演，第一个是战鼓，第2个是搭讪歌，第3个是童谣，是由我们台东三仙国小的小朋友带来演出。那还有一个团体是蓝星乐团，是由我台东的学长后面阿里奥他们的乐团，然后也会带来母亲节的歌，是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以上，好，谢谢。沙巴瓦干纳了，下阿里奥拉后，标准吗？大家好，我是阿里奥拉后。那我现在在台东县三仙台那边隔壁的三仙国小服务这样。那我们带来这些表演，那因为我们这个海漂球可能在雾台这边比较少见啦。那在我们那边，因为我们靠海，出门就是海边了，所以一打开门就很多这种东西掉下来，我们觉得很可惜，就拿出来割了，就给他用这样，然后就做了一个鼓我们叫宝宝，它的意思就是会浮起来，宝宝这样，所以我们就叫它宝宝鼓。那待会会为大家带来他们第一段的表演是勇士要打战之前打的一些节奏，叫战鼓。那么我们会在每一个表演当中，让孩子自己去用自己的认知跟理解去诉说这一段表演，顺便让他们培养一下自信心。因为我们这些是刚成立的，有4年级的、5年级的这样，如果打得不好，请大家多包涵，谢谢。来自我介绍一下，因为台下的很多。大家好，我叫吴胜豪，原住民语叫嘎纳斯。大家好，我叫林燕杰，我的原住民名字叫做吴慧。大家好，我叫夏日杰，我的原住民名叫吉浪，木头的意思。吉浪。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第一段的表演，战鼓，谢谢。
哦，其实这个他们的所敲的鼓哦，跟我们平常学校我们的社团活动有木香鼓以及森巴鼓，其实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哦。其实让我们学生来打，其实很快，我们会学得非常非常的快哈。这个搭讪的意思就是丰年祭的时候我们都会跳。如果那个女生就是男生会背一个蓝色的那个包包叫钱袋，那女生把槟榔放到里面的时候，如果很多女生的话，她会叫那个全部的女生翻一排，然后再拿出来继续，然后这首歌叫搭讪。他刚刚讲西班牙文，所以我翻译。是，就是这首歌主要是因为我们阿美族有我身上这个阿鲁夫哦机能带，就是男生在跳舞的时候，如果女孩子喜欢这个男生，他会偷偷的放槟榔进去，然后这首歌，然后这个男生如果对这个女生有意思，他就会去这个女生的家唱歌，就要问这个女孩子的名字。那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女孩子，她会故意不讲名字，要让你去猜这样子。这首歌就是这个意思，叫搭讪歌。希望大家会喜欢，听听看。好，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拉斯多自己准备的安可曲。让我们请年纪最小的来为我们介绍这首歌。那么在唱这首歌之前，
然后请我的好朋友老祖来为我们伴奏一下。老祖，哦，在这里。我现在要介绍的是这个歌，这个歌叫做那个娃娃，然后这个歌是有一个爷爷在一个五个孩子，叫做一爷爷五娃娃。给他拍手笑嘛。他想很久这个笑话，他怎么早上一直念给我听？老师，我讲的好不好笑？有啦，我们这个童谣，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了。那也是这个小朋友在我上课的时候就唱这首歌，它不难，只有6个字，一爷爷五娃娃。那等一下可以跟我们一起唱。那我就有给他编在一首歌里面，然后就不小心得奖这样子，感谢这位小朋友。当然现在很紧张这样，他说不要拍手太大声，他会紧张这样。你是阿密斯的孩子吗？然后他说，阿姨，我咪是娃娃嘎布。我是阿密斯的阿娃娃，那你拽过你呀无艺术？你的家在哪里，孩子？那你一定好你要罗阿姆。我家在3000台山洞，刘文达。你们平常最爱做哪些事，我的孩子？抓鱼跟抓藤心。
献给舞台，谢谢各位。掌声加尖叫，谢谢我们三仙国小的小朋友，蓝星乐团、抱抱鼓乐团，谢谢他们，再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从泰武国小舞谣歌传唱队，一直到三仙国小这样子的小朋友的歌谣的演唱，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传统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是从哪里开始？不是从大人，不是从我们的感悟木，是从我们民族的幼苗，也就是现在我们的小朋友，这样子慢慢的成长。慢慢的传承，有一天这些幼苗会长成大树，有一天这些大树会连绵成山，有一天这些山就会成为我们中央山脉独占一方的山头。所以民族教育的根在哪里？就在地，就在舞台。好，那我们现在，还有吗？哎呀，好的。那我们再继续，我们蓝星乐团。不好意思，我又第二次上来表演了。我们是蓝星乐团，上面有打，蓝星就是有人讲说我们的歌很像来自山峦里温馨的微风，所以就叫蓝星这样。我个人其实不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们都是一群爱唱歌的朋友，像我跟阿爸爸，我们都是读台东大学、台东师院。也都是体育系毕业的，结果毕业以后都不务正业，都没有在教体育，都在教唱歌这样，没有开玩笑。那跟老祖认识也是参加返乡服务队大学的时候认识的这样。那我们这个乐团也是跟小路凯一样，算是兄弟团。那我们都在做，期望能够透过音乐把部落的一些讯息，跟一些声音，透过音乐传达出去。我们希望大家听得也快乐，也能够听到心里面去。好，最后一首歌，所以我们要唱什么歌？我们不是才唱第一首歌，太快了吧？难得总台东来的。我们今天带来第一首歌曲，我们有一些团员还没有来，可能还在路上啊，待会会到了，差不多早上6点了，可能结束了。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我不晓得陆凯祖的妈妈是跟我们的妈妈是一样的念法但眼睛不晓得是不是一样。这首歌叫《妈妈的眼睛》，那我们阿妹祖的眼睛叫马大，一样吗？哇，那我嫁过来好了啦。缺少190公分的中锋。缺中锋啊。缺，从来没有出场过了，是不是？可是我在部落只能打控卫呢。要欺负我们？好了，我们不要再讲感悟他们听不懂的了。那我们这首歌叫《乌玛达努伊娜妈妈的眼睛》，希望大家会喜欢，献给妈妈们，辛苦了。
妈妈身体不好，就是写了这首歌给她，因为我一个人在外面弹吉他，看到星星很像妈妈这样。然后母亲节也快到了，妈妈的年纪也很大，然后希望送这首歌给她听。然后写这首歌给她听的时候，她是马上流下眼泪的，因为很神奇，她听了这首歌就好起来。希望各位听到母亲节快乐。没有了哈。好，谢谢各位，因为我们下次还有机会了，对。那非常谢谢各位，让我们三仙国小有这个机会来。下次希望大家有空到我们三仙台，我请大家吃免费的章鱼跟海胆，好不好？谢谢大家。好，我们再次借我们的双手来再次感谢我们南星乐团以及抱抱鼓乐团，再次掌声，谢谢。好，接下来下一段的表演引言人，请上台。大宝马干娜，非常感谢我们的父神，让我们相聚在一起。那我们听完我们小朋友所演唱的歌曲，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学校非常重视文化传承跟母语教育的推广。在这当中，我们非常感谢在背后默默付出的长辈们和指导老师，那让我们小朋友可以沉浸在卢凯族的文化当中学习。接下来的表演会比较特别我们的小朋友他除了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外，他还会在现代化的教育底下。那首先呢，我们的小朋友要先演出的是5年甲班赖宇文同学，他要表演的是小提琴演奏。那接下来第2首歌呢，是我们的直笛跟陶笛的演奏，要带来的歌曲是《陪你看日出》。那除了直笛、陶笛还有小提琴之外，我们的小朋友在我们的学校也是非常喜欢弹吉他、敲木箱鼓，所以第3首歌，我们的小朋友巴以萨、严欣还有麦家豪，他们要用吉他跟木箱鼓来弹奏我们好茶部落杜寒松把扎克大哥他所创作的歌曲《原住民的交流》。掌声欢迎我们的小朋友，谢谢。
从这段演出，我们可以看出雾台国小对艺术方面的这个教育是非常非常的深哈。在这边都可以看到我们社团的这个表演哈，这个陶笛是我们家福中心的社团的这个教育指导哈。
sahabat Turamur karena isu kan hilangan me itu是可惜该这个sahabat sekarang kami tulisan kata isu kan hilangan tahu mansa lalu kata isu kata nama tak kakak aku lalu lolong ko kayak apa lah cái letter 8 letter 9cái mà cái tụi con giáo trình nào因为cái是那个第8个cái tụi con làm cao na cái不如嘛cái今年那个主任呐个主任是他的股长麦泰山，所以在这边呢邀请麦泰山跟个主任呐稍微站起来一下大家你看你哪们个不如麦泰山指示个主任拍手，谢谢senang kay labaka kita buruan我的别的话突然了那我们直接就跳到最后一个节目第9个labaka还有机会军艺一样有机会。好，我们就交给引言人。沙包马格纳了。虾阿鲁巴大，好头目头目的名字。好，很可惜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一些节目因而就这样子没有办法在各位面前让大家观赏和分享的。那没有关系，这一段是我们这个就是爱音乐会的最后压轴的节目。那每一首歌曲都有它特殊的意义所在，都有它特殊的意义所在。第一首伊娜的眼睛，因为这时候已经接近了母亲节，那伊娜的眼睛代表的是温柔，代表的是慈爱。那这首歌呢是由卑南族台东资本青年所做的，大家传唱的一首歌曲。那第二首歌《好茶微风》是由我们好茶部落的有位青年安君义，也现在是在我们学校担任代课老师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针对他的部落、他的怀念所谱成的一首《好茶微风》那第三首歌对雾台来说，对卢凯族来说是非常具有意义的。这首歌是 Snagi Bala。那这首歌的原创呢，是由我们已故的大头目卢正军卢老师他所做的。那填词呢，是由我们的前乡长前校长杜传先生所填词。那由我们民族资源教师柯昭群老师来做节奏及音乐上面的改编大家可以待会可以仔细的来聆听，非常非常令人感动那第4首歌是非常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那这首歌是由我们的柯菊英女士呢，会带领我们的小朋友来唱这一首雾台情歌，是我们卢凯族传统的古调。那最后一首伊拉是由我们1到6年级一起来唱。那伊拉的意思就是走我们一起去哪里呢？不是去都市不是去那种很科技很进步的地方，我们是去哪里？我们是去回归我们的山林，山就是一所学校，我们回归山林，我们走活传统。谢谢各位，我们来热情的欢迎我们雾台国小的带的演出，掌声鼓励。
歌名叫《萨斯布兰的水关》，好唱，唱不完了哈。站在自己土地上，呼吸不下的空气，仿佛心灵已回到了不长不晚的旧模样。不要忘了自己永远是羽毛的子民，不让人该不能只是挂在嘴巴上而已。释放了雾，该弄雾，马里会无尽那乌杂布，还有美丽的嘎拉乌苏。不想在那美丽枯燥不完，还有美丽的嘎拉乌苏。不想在那美丽枯燥不完。在自己土地上呼吸不下的空气，仿佛心灵已回到了不长不晚的旧模样。不要忘了自己永远是羽毛的子民，不让这该不能只是挂在嘴巴上而已。释放了雾，该弄雾，马里会尽那乌杂布，还有美丽的嘎拉乌苏。不想在那美丽枯燥盛开，还有美丽的嘎拉乌苏。不想在那美丽枯燥盛开，释放了雾，该弄雾，马里会尽那乌杂布，还有美丽的嘎拉乌苏。不想在那美丽枯燥盛开，还有美丽的嘎拉乌苏。不想在那美丽枯燥盛开。好，待会等一下这一首呢，就是 Snacky 帮了。
上干了哈，八三关长老的阿干了啊，会正义文者的女儿，哦，阿干了啊，原著啊的阿干了啊，麦东山的阿干了，爱美云的阿干了啊，这个是大包美妹，搞来给我啊，给我哦，大的哈，阿干了啊，杜瑞荣柯春娇的阿干了。哎，我介绍，这个吕阿妹嘛呢？改幕是吕阿妹，卢光明，智利马人产的儿子，这个阿甘尼基那个豆狗，得了办啊，好，这个我的儿子啊，好，继续下手。好。接下来这一首舞台情歌，是由我们的柯菊英女士，也是我们柯老师，柯昭群老师的姑妈，这首歌是她所指导，指导柯昭群老师。那柯老师呢，再来教导我们的小朋友，所以这一位这个改幕呢，对我们学校对文化的传承是非常非常的努力，非常非常的认真。到今天就带领我们的学生来演唱这一首舞台情歌，掌声鼓励。
非常温馨感人的一段画面哈。相信这个画面会永远藏在这群小朋友的回忆当中，也会永远藏在大家的回忆当中。好，我们让那个说哈，歌曲啊，姐妹哈，最后一首一朗哈，最后一首哈，大家忍耐一下啊。那sekali lagi bakal mengisah kumpulan ha， 我从前面看没有人在打瞌睡哈，哎，我真的是睁眼说瞎话。最后一首一朗，哎，好，那这首歌是由杜寒松，马赛克大哥哈所作。好，各位同仁，请往前面移动哈。所有的同仁请往前面移动啊哈。Terima kasih.
束呢，我现在搬过来上我给你们安排5星级的饭店不要忘记，尤其是我们大武的乡亲。